中正路汤德章纪念公园旁的台南合同厅舍，是台湾最早的合同厅舍，在历经80年后再次修复，部分室内空间整合增辟为台南消防史料馆，并于108年4月15日起对外开放。目前消防史料馆分7个展示区，包含台南消防史的演变、建筑特色介绍、台南市重大消防事件、消防装备体验及地震搜救任务体验等。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消防文物馆，那它的这个所在地呢，刚好也是市定古迹，就是所谓的台南市的消防局，最早的消防局哈。那它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候为了消防的需要呢，挑选了一个在市区里面最高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靠近鸠岭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隔壁还有这个当时候的测候所。就是100多年的这个测候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地势最高的地方，所以他挑选了一个地势最高的地方，再放上一个所谓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央的这个高塔，就是望火楼。为了这个盖了一个高塔，所以当时候盖好的时候只有这个塔，并没有旁边的建筑物。那作为这个消防塔，就所谓的望火楼啦，就是从最高的地方可以看到哪个地方失火，然后上面可以敲钟让大家知道。那一直到了隔了6年以后呢，才又开始决定从旁边盖它的厅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2侧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它整个建筑物是1937年以后才成为这样子的一栋现在看到的样子。那因为它加上办公厅舍，也就把它叫做合同厅舍。那合同厅舍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联合办公室的意思。它就是一个联合办公室，那就成为后来的消防局。这个建筑物是在1930年代以后所盖的。那193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消防队盖成办公室之前，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有几个重要建筑物，是1932年的时候林百货。跟那一排街屋已经盖好了，所以实际上它的建筑风格是跟他们一样，是一个比较现代式的这个垂直水平的这个建筑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后来加盖了2栋的建筑物，都是垂直水平的，很简单的线条，然后对称式的这样子的建筑物。那它在所有的现存的台湾的合同厅舍里面，这个合同厅舍是最大间的一间，就是等于是面积最大的，办公空间也最大的。那剩下我们看得到一样有高塔式的建筑，还有这个云林，现在云林的这个消防队，那现在改成咖啡厅跟书店。那还有另外就是新竹，新竹也还在它也是改成消防博物馆。那只剩这2个一样。那另外一个合同厅舍并不是消防用的，就是基隆的这个海边的这个办公室联合办公室。那所以呢，剩下合同厅舍里面目前是消防使用的高塔的，这个大概是最大的一间，规模最大最高的一间那当然，因为那时候城市规模的关系，台南基本上还是在日治时期还是重要的城市啊，重要的最大的城市。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的规模。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建筑物的本体呢，实际上跟日治时期的时候已经少掉了民生路的一段。就民生路的这一段，因为拓宽马路的关系，拆掉了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内缩以后的样子。所以它的建筑物原来是应该是比较垂直的，可是另外一边有稍微缩进来一点，就是在民生路这个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大概都还维持这个日治时期的样貌。仔细观察合同厅舍的外观特色，建筑本身属于折中样式之建筑，右翼部分的1楼为大开间，供消防车出入，而其上各楼层开有平拱窗，中央高塔的出檐和托架开有圆形窗。而其2、3楼之间，除图圆横带外，又加上了一对壁柱，更显典雅。这建筑因为是1930年代以后盖的，所以它基本上已经是现代建筑了，所以它当然会使用一些像钢筋啊等等这些比较现代的建材来建造。那我们看到它也留下了一些东西例如说像它的表面的勾面砖，它的这个所谓面砖，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放在踢脚板，变成这个面砖。那这个是勾面砖，这种勾面砖在这日治时期的建筑也很常见，像这个林百货的那一排房子的这种有抓痕的这种面砖，那或者是台大或成大里面的一些日治时期的校舍，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种槽沟式的这种面砖那这个房子也一样用了很多这个，不过它不是拿来贴立面，它是拿来放在踢脚板还有一些装饰性的地方这样子。另外比较特色的是它中间的高塔，它是完全因为它的
建筑的使用的需要，所以盖了一个高塔。那这个高塔除了瞭望以外呢，它中间还有一个这个消防队，大家很常见到的画面，就中间有一根滑杆。有一根滑杆可以从上面溜下来，直接溜下来不用再走楼梯像这样的设备，它都是在高塔里面。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它的这个滑杆那这些都是它建筑的特色建筑比较大的特色。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它的中庭里面可以看到它整个包围起来的整个建筑包围起来的这个中间它中间有一个中庭那它也这样也方便整个建筑物可以采光让它从不同的方向来会有比较明亮的这个光线那这个大概是这个建筑物的主要的一些特色。在1楼展区内展出1906年台南厅土地用途变更之公告。此一公告将原本的合同厅舍一带变更为防火用地，而日治时期的消防钟原位置在合同厅舍中央高塔的火箭楼上，材质为铜制，上方提梁的受钮为传说中龙的9指之一蒲牢，因为受到撞击就会大声吼叫，所以安置在钟的上方，让钟声更为远扬。为人所知的消防标志，也象征着消防人员在水火之中的救灾救难精神。在这里也有一个大拼图，转转看，你就会发现古迹更多的细节之美。1930年代呢，这个成立正式的消防组织以前呢，实际上台南已经有类似这种消防的组织那主要呢都是由民间的这个所的义消来结合。那这样子的组织是为了这个安全，还有一些因为相对的他们是做这个建筑的，所以他们比较了解这样子的需要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当时候呢，在日本的本地跟台湾这个地方呢，都有类似的这样的组织。那当时候台南或者是应该是说台湾最早的近代的消防组织，其实就是筑吉秀松先生。那刚刚我们提到中间的高塔呢，在刚盖好的时候，1930年代刚落成的时候，在它的上面呢就放了一个铜像，唯一的一个铜像。那一个铜像就是筑吉秀松先生。那筑吉秀松先生是这个1872年的时候在日本广岛吴氏的这个家族。那他们的家族呢是织田信长家族，所以他们家的家徽是织田家的家徽那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营造商，他们叫筑吉组。筑吉组在日本都是用什么组什么组那他们是南台湾最大的营造商，那他们承包了非常多的台湾当时1900年代的1900年前后的这些台湾的重要工程，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纵贯铁路，那或者是现在的下淡水桥，就是所谓的高屏溪大桥铁桥，当时候都是他们家族所承包的。然后还有例如说这个阿里山铁路，那后来的乌山头水库一部分的工程都是筑吉组他们家族所承包的承揽的工程之一那它是台湾可以说南台湾最大的营造厂。那当时候呢，他在台南就成立了同样名称的筑吉组的这个消防单位。那后来这个单位也转换成半官方的单位那所以呢，实际上在成立消防正式组织以前，台南就已经有消防组织，就是由民间来成立的这个所谓筑吉组。那所以呢，后来他就被认为是台南或者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消防的这个先驱消防史料馆里头的压箱宝可真不少，包括一进门就看到一辆设置有手摇警报器的古董消防车，这可是1950年代的产物。另外还有这个1920年代的消防设备。这个馆里面呢，除了历史以外，它其实有很多跟消防有关的器物或一些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文物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当时候最早期的日治时期的时候，早期的这个没有动力系统的时候，就是所谓人工消防的设施。那还有我们看到这边最早期的日治时期的消防衣。那当时的消防衣是这种纤维这种石棉纤维的材质，那它必须泡水。它在使用以前，它必须先淋水，把它全部淋湿以后，它就会变得非常的重，它会吸满水、石棉，那另外可以防热，然后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进到火场，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它这种衣服，他们一直用到了战后，因为资源匮乏，所以当时候的消防人员还是一直到战后50年代、60年代都还是用这
这种最老式的消防衣。那这里面也有各种不同年代的消防衣，你也看到消防这些设备的演进。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人工的集水泵浦，它就是从另外一边送水进去，然后呢两边用人去压，然后让它有压力以后，然后前面另外一个管子放开以后，水就会喷出去，然后不断的给它水，然后不断的喷出去，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接力，然后把水喷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因为火场人没有办法靠近，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方法。这是最早期的这种人工的消防泵，人工的消防泵。那后来当然有马达，有这个以后，就又进到另外一个年代。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不同的消防时期的器材的演进。想要快速认识台南消防历史演进，在这里有影片的介绍，只要花上3分钟，就可以大致了解消防史料馆的前世今生。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文物馆里面的这个仿制的这个碑呢，是1840年的时候，道光20年的时候，台湾可以说是台湾消防历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那它现在位置，真正的碑放在这个南门路的碑里面哈。那它是在1840年的时候年代的时候呢，在台南的这个所谓的西门城的这个大街6条街这个地方，城的西边那个地方因为住很多人，因为靠近大家知道那个地方靠近5条港，住很多人那房子非常的密集，那发生了大火，发生一场大火。这个大火呢一发不可收拾，就烧掉了非常多的房舍啊跟这个店家。那当时候地方的士绅就觉得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所以他们就在1840年火灾以后呢，订定了一个所谓的消防防火的规约。那这个规约大概就是最早的消防组织系统的来源了。那我们可以考察到历史上面最早的台南的消防组织系统，他们呢开始觉得需要一个消防的组织，例如说临时的编组，或者是有火灾的时候如何编组，甚至里面的规定规范了，甚至直接规定了，我们需要有类似这个防火的空间。例如说房子跟房子太密集的时候，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拆掉其中一间，让火不要蔓延？那拆谁的，由谁来赔偿等等，这个东西全部都规范在这个消防规约里面。那立碑，然后来放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说，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谁负责什么事情，什么人负责什么事，要有什么组织，要怎么样救火，平常要怎么防火，然后发生以后要怎么赔偿，就把它定在这个消防规章里面。它就变成了现在我们可以见证消防历史里面最早的一个文物。那我们从这个记载里面你可以看到，就1840年的时候，清代的时候的这些防火的记载里面呢，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建筑物盖得非常的密集，发生大火以后很难来处理，所以呢，一般人对于这种火啊、水啊、天然灾这种天然或者是人为的这样的比较大型的灾难，都会认为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带着敬畏，或者是认为有神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些大火的原因呢，就衍生出了台南当时候的这个庙宇呢，在大的祭祀活动以前呢，会有或者是所谓的这节的时阵就会有送火神的仪式。那这个大概在全台湾的民间里面，大概是台南的所有的庙宇几乎都会有送火神其他地方不一定会有，可是台南市区的这些庙宇几乎都有送火神的仪式。那我们现在看到这3个就是所谓的火神所谓的火神，所以在你可以看到这些民间这节的行动有上灰形，然后把这个火神烧掉，把火神用掉，先预防火灾的产生。那它也变成一种民间的信仰里面的一个，那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防火概念的推广告诉大家要小心防火，大概是这样子的由来。在历史的长河这个展区，除了将消防历史演进从清领、日治到战后分阶段做完整介绍外，还有展示相关的文物以及火警报案电话119由来的知识科普。1940年代以后呢，发生这个太平洋战争以后，1944年、45年又开始台湾的大空袭。那因为空袭的关系，所以消防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几乎都要靠消防，因为每次一空袭的时候就要消防，所以那个时候呢，的消防员呢，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日本人，一直到了大空袭之前才开始招收台籍的这个消防员。那像在这个馆内有介绍这个陈清田先生，就是当时候在1944年、45年的时候呢，因为轰炸的关系，
那他考进来担任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台湾籍的消防员哦。那他横跨了2个年代，一直从日治时期一直跨到战后，成为这个所谓的附设在我们知道早期的消防局是附设在警察里面，警察系统里面，一直到后来才独立出来，变成这个所谓的消防署才独立出来。那陈金田先生就一直担任了从战前日治时期的消防员，一直到战后的消防员，那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工作，也是在这个地方工作。那他就将他日治时期的这些所有的个人资料、奖状全部都捐给这个文物馆来当展览典藏。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得到奖状的时间呢，几乎都是战争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像这个昭和20年6月，就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感谢状，所以都是那个时期，几乎都是那个时期。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战争，所以对消防的需求变得比较高。那这大概就是台湾开始比较密集的大家重视消防员的主要年代。顺着楼梯往上走，来到2楼，这里展示了台南12件重大火灾事件，也透过当时的报道，再次回忆警义消人员是基于精神。另外还有许多当时消防勤务训练的老照片。3楼的消防英雄展区纪念了4位不幸罹难的消防英雄，透过报章资料及所遗留下来的消防器具，也带领大家认识与火神搏斗的勇者，感念他们的牺牲奉献。其实消防员主要工作还包含了预防水灾、抢救灾害、紧急救护等，所以119专线电话响起，他们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地完成任务。在3楼的展区特别介绍了消防员的工作项目，也透过影像的画面来记录消防员辛苦的一面。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很受欢迎，大家这个全家人来的时候很喜欢的区域，就是说在这里，那我们都知道消防人员他进到火场里面，身上的设备非常的多，那大概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要背了多重的东西进到火场里面。那你知道他这个身上的重量，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多困难。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准备了所有的消防人员会用的器材，例如说他的衣服加裤子要3公斤，要背上一个20公斤的氧气。这个氧气筒，然后还有拿着这个4公斤的水袋等等，看他身上到底要背多重的设备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也准备了小朋友的这个儿童版，当然儿童版没有这个重量啊，只是让他们体验一下，就是说，消防队员需要在身上有多少的装备，那背在身上它到底有多重？那你可以上去称看，就可以知道你身上背了多重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希望这个民众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消防人员的工作的辛苦。另外，在3楼的区域可以看见更多消防救灾的演变过程，从原本最初的打火消防队，到最后的救灾等等，消防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那实际上消防器材的使用呢，不只是在消防这个消防队在用，实际上，例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有移动式的这个消防泵浦车，这个是因为法令的限制，所以很多的工业区或工厂也要有自己的消防设施。那这个是原来在台南纺织里面的消防车，它里面有马达泵浦，它等于是一台小型的消防车，可以在工厂里面救灾用的。那或者是这个我们民间会看到的消防栓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亦或者是消防员会使用的所有的工具，我们就把它放在墙上，把所有他们会用到的各种类型的工具都把它放在这里，包括这个破坏剪啊，或者是因为你要知道建筑物如果有火灾了以后，它需要破坏，它需要不同的破坏工具，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救援工作，例如说掉到水里面去，也是由他们来救援，或到山上去，有时候山难也是找消防员，所以他们会有抛绳枪啊等等这些不同的设备，或是浮筒啊，他们要救这个水上的救援等等的浮筒，不同年代的浮筒跟这些不同的设备，还有这些破坏的器材，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变成一个比较有趣的墙，把它展示出来，让民众可以知道，他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工具的。消防局现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业务，那也可能一般民众最近这10几年来比较熟悉的业务，就是因为1999年发生921大地震以后呢，各个地方消防组织就成立了这个所谓的特搜队，它是一支这个18般武艺
这个组织哈，就是他们什么都要会哈，要会上山下海啊，真的，他们是一个特搜队。那他们有比较特别的装备，尤其是针对像台湾这种地震特别多的地方。那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地震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些特搜队的队员，他们其实都是消防局的都是消防的人员哦。那这里面我们就特别的展示了，有一部分展示了这些特搜队到底平常做什么任务。最后来到这个展区，正是造成台南损毁严重的2次地震灾害的模拟场景。最后的这个单元里面呢，介绍了2个在台南地区发生的2次不同年代的这个地震，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1964年的白河大地震，那另外一个就是2016年发生的这个0206的地震。那我们模拟了2个地震的现场，那透过这2个地震的现场来，让大家知道，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因为不同的建筑物、不同的这个属性、不同的组织系统，就会衍生出不同的灾害现场。那它也会有不同的救灾方式。那在这2个不同的年代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像这个年代的建筑物，可能是土埆厝啊，然后是木头。那跟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它的救灾方法完全不一样，它造成的灾害跟损伤的方式可能也完全不一样。那也透过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认识这2个台南的大的灾害的现场。那这2个现场看完以后，最后我们有2个这个 VR 的实境现场，可以让民众来体验，就是说，你如何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内完成一次的救援工作，就进到这个地震的现场去完成救人的工作，然后你必须在游戏里面规定的时间完成这些搬开障碍物、爬进去找到生还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大概是模拟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型的游戏，也可以让来的民众可以透过这个 VR 的实境去体验这个救灾的现场。除了透过情境布置及 VR 地震搜救任务来体验之外，其实在消防史料馆内也设计了许多互动游戏，让民众可以透过实际的操作，将消防观念生根，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接下来的景点因为不对外开放，所以由我们的镜头带大家来到建筑物中央高塔的顶端，感受一下当时望火楼登高望远，来守护民众居家安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望火楼的上面，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整个台南市最高的地方。从这里呢可以看到整个台南，而且这个地方是鸠岭，鸠岭上面又盖了一个高塔在高塔的最上面。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望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南市那就可以知道市区什么地方发生火警，那马上就可以，然后在这个角落呢就敲钟以后，这个大家就是附近的人也会知道发生火灾。那这个义消也会知道说要赶快去集合，因为发生火灾要救火了。那也可以透过这个东西，让工作人员、消防人员还有民众都可以知道发生火警了。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望火楼最大的功能。那这个到现在都站到这个地方，你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在市区里面它还是很高的位置，还是很高的。同样不对外开放的就是这个早期的滑杆，可让消防员从高楼迅速滑到1楼出勤务。虽然位处办公区域内不对外开放，不过馆方非常贴心，在史料馆的楼梯间有模拟展示，喜欢拍照的朋友这里可不能错过哦。大家走在消防史料馆中，可以好好欣赏这栋建筑各处的小细节，像楼梯的扶手栏杆就有可爱的卷卷图案，柱子上的马赛克砖及墙壁下的踢脚板也让这栋老建筑多了点趣味。消防史料馆是一部活的台南消防史与活字典，大家在参访后可以深入了解消防人员卓越奉献和台南消防史的演进，也可以学习各种消防的知识和常识。推荐给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栋超过80年老建筑的新活力。